收看古井情深。喂，你是啥人？请问了我你敢有一个？有啦，啊，你倒要找伊？我是公司的人啦，有即摆代志吼，要请教廖小姐。啊，好，啊，你稍等者吼。阿丽啊，嘿，你的电话啦？哦，你那边来吼。我电话了。嘿，喂，喂，阿丽啊，是我啦。黄小姐，找我有啥物代志？阿丽啊，我拜托公司一个小姐甲我敲这通电话啦。阿丽啊，我足想你的呢，我有足侪话要甲你讲啦。阿丽啊，咱见一下面好无？黄小姐，你要找迄资料吼，放伫我的拖正面的拖吼，因为黄时间了我放咧啦，你找看卖咧。阿丽啊，我即马吼就去恁兜附近等你啦。咱吼爱见面哦。喂，黄小姐，我甲你讲哦，你资料看卖咧，若有啥物代志哦，再搁打电话给我啦，吼，好啦，好，拜拜。我就甲你讲，若有代志，人公司就会敲电话来啦，你免那么操烦啦。阿母，我想讲吼，我已经无代志做，我去甲你洗衫好无？好啊，爱记查某先下落水，才会使洗查某呀，哈？嗯。进仔，阿丽啊，进仔，你肯来见我，就表示你已经原谅我，对无？阿丽，进仔，你带我走，带我离开这，咱去过咱的生活好无？阿丽啊，我真想要带你走啦，要不过我今晚袂使离开啦。为什么咧？你不是讲你爱我？这你唔知影啦。这边哦，总公司派我的任务，我若无甲完成，我恐惊去啊总公司死头啊。那呢，我这么多年的打拼，对公司付出的心血，唔白白拢了去啊。拢是你知影文成啊，伊对我有偏见，伊唔肯听我讲啊，伊也肯听我讲，咱上回袂使合作，不但我袂去用死头路，
你可才赚遐侪钱啊？敢真是安尼？阿丽啊，为着咱的将来，你是毋是来替我甲文生啊求情一下，互伊答应我的计划？等这任务完成后，我一定甲我某离婚，永远甲你做伙啦。好，我阁相信你一摆。阿丽啊，真多谢你啦。是讲吼，这时间真逼，是毋是来拜托你，赶紧甲文生求情一下？凊彩，有一点你可能唔知影，文成虽然是总经理，啊，不过公司的规划拢是阮二兄，真正有影响力的人是阮二兄。原来你二兄，这是公司幕的操作人。我想哦，二兄应该伫厝，我咱去找伊。好啊。也毋过，你若无伊，无要紧啦，咱才求阿母原谅咱。阿嬷，大伯你两个是安那？一面傲嘟嘟，敢若棺柴帮嘞，什么代志啦？妈妈要甲爸爸离婚啊！离婚？啊，无恁两个是咧变啥梦啊？哈！啊，未来你要顺业呢？啊，这间厝我家己你会牛甲牛煞煞，啊，你来斗闹热，趁这时阵要离婚？哈！我无迄个时间人咧插恁这代志啦，等去啦！气死我！阿嬷，阿爸将财产拢输了了啊，搁怕我甲妈妈。遐残婚袂掉，遐尼侪钱，后可能输了了。阿母啊，这是搬我空啊！啥呢？甲我输的财产输甲空，啊！现在讲去搬叫别人我知，你甲你做会落去？你搁加只后代？啊！这阿母啊，到底是安怎呀？阿母，先做阿母，阿母。这摆毋是我哦，你嘛是我。我看你像去房间去，遮就话说假热热的，你踮遮不当出来卡手，是咪妙？对啦，等你大身大命，你去休困再教我就好啊。我不要紧啊，我是咧烦恼讲吼，阿母安尼一个激动，就常常昏倒，是毋是身体有啥物毛病？那安尼吼，我来甲阿母吼安排一个全身检查啦，啊，伊找伙哦，我负责就好啦，好不好？阿母清醒啊！阿母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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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啥物？哎，啊你是啥啊？所有人拢甲我开车创啥物货？哈？啊大你大身大命，你也开车创？去休困啊！阿母，安那？即摆嫌你也唔听我的话啊，是？哈？嘿，你给我开车创啥？出去啊！你给我出去啊！嘿，哦，准伊啊！我是安怎甲你交代的？是啊，顾这恶人开车，你给我赶出去！给我赶出去啦！你徛遐创啊？哎，你啊，阮老母咧讲话你无听着，出去！去啊，来啦，你啦，出去啦！你干看了你看。好，你拢给我出去！
阿丽甲我变的，你拢出去。你会遮不想家？我甲你讲的话，你一句都无甲我听落去。甲讲，你伫恁老爸面头前就拽话，你也拢袂记得心。原来是你这款不想家的查某囝！你无法要甲我气死，你真是要甲我气死！我唔敢求你原谅我，不过我真正无法度离开凊彩。伊有甲我讲过，伊会离婚，伊会互我一个交代啊。阿母，你甲我讲话好无？你莫点点啦，你有听到无？阿母，你骂我、拍我拢会用的，你莫安尼好无？你若是莫甲我讲话，莫吵我，我就永远拢袂爬起来。阿母，我无欠你，你无欠我。二兄，我拜托你，予我甲阿丽讲句仔话好无？你敢真是有真心伫爱我的生活？我是真心的啦。你即摆讲一句话，我甲你永远记。老先生，你是要缴我的生活见面，是毋是通听我讲，阮阿母是气较少的时才来好？好，好，那呢，我先来走哈。等下，还有啥物代志是无？拄则较歹势，当阮阿母的面头前，我有需要搬一个。不要紧啦，我知啦。那呢，我先来走哈。讲遮个讲，这个人我无好命。啊，俊基啊，当这种阿哥人，应该无小甲教死一个啦。当你较早大尾路，我是咧做假。歹势啦，我袂记讲你无错了嘛，已经足久啊。无要紧啦，阿嫂，你也坐坐，我先带你来入去休困。咱呢？咱无地通去啊，只好暂时住在遮。这现实，我一个无钱尔，就就我离婚，含囡仔煞甲我带去，后人这现实的。林培哦，唔要看你哦，你有才调，教我出阿母。做阵若无钱，我搁来摕着有啊嘛，就有通啊开嘛，咱阵都无通啊趁。
我来甲阮老母摕个嘛有。这无钱啊，得靠我离婚，心肝才凶，心肝才哩残忍。 妈，你是后悔讲要甲爸爸离婚？你都还袂离，你是后悔啥？啊无，你是咧想啥？咱伫这个所在哦，就敢若像有人共款，啊无人会关心咱。啊，讲真咧，讲真拢我家己做得来啊！啊，你即摆偏偏若无嫁到狗，你是要去倒啊？无替人啊去。阿妈，我。 真正拄仔才互你无欢喜哦，无我来走啦。老的，天明从你老后的残远，浪费甲空空。陆桥即马阁要甲伊离缘，你讲我是要安怎才好？安尼样替我苦扛。 唔该了，互人富贵。咱的生世，无甲一个要听我的话。老的，我是要安怎才好？是要安怎？阿母，阿母有啥着呢？家己一人徛坐坐咧，你看卖啊。阿母，阿母，什么呀？阿母，我规日缀恁老爸来去。 阿母，你唔好安尼黑白想啦。来，咱来坐一条讲吼，先休困一下。阿妹，唔听我的嘴，恁生世一个一个拢无怪。我缀恁老爸来去。 啊！不过想到讲，我无面通甲恁老爸见面，所以阿母是要安怎才好？阿母，你莫烦恼，阮小妹代志哦，我会想办法替烦恼。无望，无望啊！阿母啊！ 阿母诶，阿母啊，阿母诶，啥物啊？阿母啊，阿母诶，这回女囝佫走倒来，阿母，阿母，阿母，大佬行，阿母，阿母。
阿母啊，安娜，家伙开了了啊，你有欢喜无？阿母啊，我要哪会欢喜呢？即摆玉娇啊吼，要甲我离婚啊，我要哪会欢喜？即摆哦，你一定要救我啦！救你？你敢有药通医？有啦，阿母啊，只要你安即款真救我吼，安就好啊。无玉娇哦，真现实啊！你看我无钱就要甲我离婚啦。离就离嘛，当你是你稀罕啥物？某囝对你来讲，你敢有你看中？阿母啊，这是民主问题，我若离婚后，我会用笑啦。阿母啊，我为了甲你要求好，阿母啊。